大家好，我係新仔。今日咧就帶嚟一個比較，雖然佢算做老遊戲㗎啦，但係都係非常經典嘅。叫做對馬島之環，係咁咪對馬島之環呢個遊戲咧，最初嗰陣時，如果有用模擬器打開過嘅朋友都知道㗎，真係窒到根本就冇辦法玩嘅。10幾20幀咯，係咁咪我今日咧再重新打開過，發現流暢翻喎，係可以玩喎，係咪呢個遊戲入去咧？大家要注意啊！喺選項呢度咧，顯示呢度係可以開呢個精新城，咁咪呢個精新城咧，你開唔開都冇所謂，佢嘅流暢程度都差唔多，但係咧開咗精新城之後咧，個幀數係會提升，但係咧有畫面撕裂，所以我唔建議大家開。係咪呢個遊戲咧係一個日本背景喺對馬島發生嘅故事，但係咧佢唔係日本人做嘅，佢係美國人做嘅，係美國人做嘅。大家可以睇到，就算我依家幀數係40幾幀，但係其實畫面都係好流暢，係好流暢，係點講咧？優化唔算，打這個怪先。可以睇到畫面部分咧，完全都唔會窒㗎，非常流暢咯，流暢真係超級流暢。係咪好流暢？嗰隻馬咧，但係呢個遊戲講真，我冇玩過，我只不過覺得佢係好經典啊嘛，咪心尾大眾嘅，係畫面啊劇情都唔錯，所以我想體驗下，同埋幫大家做測試咯，係。我哋依家要。其實我哋依家要去做乜嘢我都唔知啊，反正就係依家可以玩㗎啦，嗱，非常流暢，好流暢，係咪？點整都冇事。喺度。よくぞご無事で。取り返したぞ。お米、最後に口にしたのはいつのことだったか。盗まれたのではないのか。どうかお許しを。たばかったとは。このような俗に。我俾大家睇下，我開插精新城嗰陣時，睇睇有咩區別咯。
不過幀數係有提升嘅，但係畫面有少少撕裂嘅。嗱，個幀數，但可以睇到啊，個幀數提升咗好多㗎啦。睇下可唔可以調到先。嗱，睇見未？嗱，就呢度有少少撕裂，係。但係入去玩嗰陣時咧就唔覺咯。信じてください。OK。個幀數係有提升嘅，依家80幾幀、90幀㗎啦。係點出去咧？但係其實落去玩嗰陣時咧，我覺得提升係有嘅，但係我始終覺得怪怪地咯，因為我要睇地圖嗰陣時就變成咁㗎啦。變成咁㗎啦。石川先生が生きておいでなら手を貸してください。又要出去。不過呢個精新城咧要開都得嘅，因為佢對於遊戲嘅流暢度啊、流暢性啊係即係點講有幫助嘅，但係會增加少少功耗咯，同埋會表微發熱啲咯。打唔死嘅。哦。
好啦，咁啊，今次視頻就到呢度噶啦。同埋咧，你睇下，大家可以睇到哦，個畫面啊、畫質啊，非常靚啊！都係好流暢、好流暢噶啦。因為我以前測試嗰陣時10幾幀、20幀，執到根本就冇辦法玩嘅。咁啊，而家都係去晒，真係犀利。好，咁啊，今次視頻就到呢度啦。大家有咩想要測試嘅遊戲，盡情發俾我啦。多謝大家。